齊尾住，唔使禱告住啊，有埋加呢個圓浸心窗先啊。圓浸心窗咧，今次就有3項嘅。咁啊，第一項咧就係畫 total 啦，唔講嘢啦，睇片啦。聽佢講咩啊？好犀利喎！唱下歌咧，有一首咧係國語歌，一首定2首啊？做埋動作嘅咧咁樣樣，咁24、25好開心啦嚇！好，第2項咧就係講緊誠意嘅咧，就之前1月4號咧舉辦咗一個盆菜宴啊，咁啊圓滿完結啦，咁啊衷心多謝有份參與啦、幫手嘅弟兄姊妹嘅無私付出，咁同埋咧好開心啦，咁好多弟兄姊妹咧同埋家人有個溫馨時間嘅，我哋一齊睇下片啦嗱。是地上的家，天堂是天上的家，满有神同在，柔美的地方。教会是地上的家，天堂是天上的家，在地如在天，我们属于他。睇到擺咗幾多圍啊？幾多圍啊？見到啊？17圍就200幾個即係肢體啦，同埋佢哋屋企人嚟到啊！咁我好開心嘅，打埋燈添啊！如果弟兄姊妹咧貢獻咗啲打燈咧，好強勁啊！即係好感恩嘅一個聚會嚟嘅。好，最後一個咧就係兒童部嘅聖誕節活動啦。咁咧就係適逢啦，即係有聖誕節啦。咁啊兒童部舉辦咗咧聖誕節2個課程嘅，一個係兒童sorry， 我睇清楚先啦，就係聖誕節假期聖經班同埋小寶貝假期聖經班。咁啊，讓啲小朋友咧可以繼續學習上帝嘅説話啦。咁啊，有首歌嘅遊戲信息嘅，我哋睇睇片啦。